大家好，我係深圳娛樂通，今日要帶大家嚟睇一間專為男士打造嘅初操耀育 SPA 繁木耀育 SPA， 以純正瑤族古法草本養生為核心，結合現代芳療技術，帶來全身放鬆的體驗。咁入到嚟呢，已經覺得呢度環境好乾淨，好似返到屋企咁。呢度每一樣嘅擺設都好細心，有梳化啦，有茶几啦，有個大電視啦，咁可以坐喺度慢慢休息，食下水果啦，茶點啦，等呢度啲老師呢，慢慢介紹下呢度嘅服務同埋收費俾大家啦。咁呢度就係一間初操同埋浸浴嘅房間啦，咁大家可以喺度浸中藥啦，咁同埋喺呢度做初操嘅項目啦。咁呢度呢，仲有2間嘅單人房，呢度呢，其中1間嘅單人房。咁啲房間呢都好乾淨嘅，啲床單係一次性嘅。呢度呢，就係另一間嘅單人房，你見到啲房間都好整潔啦，同埋啲床單都係有消毒啊，同埋一次性嘅。咁再睇下另一間，咁呢一間呢，就係間雙人房嘅。咁啲房間都係好乾淨啦，同埋嗰啲燈光都好柔和嘅。好，而家就等老師呢親自介紹下佢呢度嘅服務啦，同埋收費啦。你好，先生，是需要按摩對嗎？是。好，您這邊坐一下，我給您詳細介紹一下我們這邊的項目。我們這邊的話，主要是有做到療癒泡澡，全身精油 SPA 加男士保養這一塊都有做到的。您想了解哪一方面呢？這個一般人到這裡來做什麼項目比較多一點呢？我們這邊就是大部分都選擇有做到一個療癒泡澡和男士保養這一塊做得特別好。先生這邊請。這邊我帶您就是看一下我們的泡澡。先生這邊泡澡水已經給您放好了，這是我們的一個中草藥的。好，謝謝。好，那我帶您進房間換衣服，然後您先換一下衣服，我就帶您去泡澡。咁呢一個項目嘅服務流程呢，會先帶你去浸浴。等你身體咧係徹底放鬆咗之後，跟住先會同你做呢個精油按摩嘅項目。咁點去呢一間按摩店呢？我哋喺呢個江夏站嘅8號出口，出咗出口之後轉左手邊，或者喺呢個江夏站嘅 C 出口，出咗出口之後轉右手邊，就到達呢一間按摩店噶啦。